哇！我真係喺 Facebook 群組裏面咧買到假卡啊！事緣咧，我就係同大家講咗，我係諗住收大悅呢張卡噶嘛。市面上當時嘅價值咧大概係4萬蚊。Facebook 群組就有人同我講35700蚊咧可以賣俾我喎。咁我就約咗喺今個月4月16號嘅時間咧約出嚟交收啦。但係約出嚟交收之前，我首先要睇一睇張卡，睇下佢真偽性啊，或者係佢有冇學選嘅問題啦。佢錄咗條片俾我睇，我其實一眼睇都知顏色唔對啦。因為咧張大悅嘅卡咧係淺色咗好多，因為佢嚴重脫離一個市價嘅交易，所以我抱住一個懷疑嘅心咧去睇一睇呢張卡。4月16號嘅時候我就約出嚟交收啦。我發現張卡有3個問題。第一個問題係卡嘅顏色。正常我交收嘅時候收到張卡，我都會喺 PSA 個官網裏面影翻張卡，攞翻張圖出嚟去對照我手上嘅實物卡㗎。我發覺手上嘅卡完全係淺色咗好多㗎。第二個問題係 PSA 嘅防偽標籤。正常攞到張卡，我哋需要用紫光燈去照，見到一行 PSA 嘅防偽標籤，咁呢張先係真卡㗎。但係喺呢張假卡嘅情況下，我肉眼唔需要紫光燈嘅情況下已經見到呢行。第三個問題係進化 logo 嗰個位其實出現咗一個嚴重嘅錯失㗎。喺進化 logo 嗰個位裏面咧，真卡係應該係呈一個乳白色半透明嘅狀態，但係你見到呢張假卡進化位嗰個位置咧，佢係做到碎閃嘅狀態㗎。基於呢3大原因，我就判定為呢張係假卡。所以大家如果喺 Facebook 群組去買嘢嘅時候，大家一定要小心啊！喺呢啲資訊咧，我已經喺我自己嘅群組裏面分享咗㗎啦。如果你想同我交流 Pokemon 嘅投資心得，留言真卡我就會私信你㗎啦。